星期二，今日返嚟 Food Court 試下呢間新開嘅 Meal Dish， 一個炸雞套餐，有春卷，有炸雞。呢個係 hash brown 應該，沙律醬汁，有拉麵湯，有拉麵喺入邊添喎，18蚊，算係咁㗎啦。遲啲啊，真係乜都見唔到啦，淨係可以見到月亮、太陽、星星。而家係晚上，應該8點鐘啦。仲有呢個少少窗口睇到山，Brentwood 個蓋，標誌蓋都冇拆過。晚上7點55分，太陽落緊山，都未落。